我在阿姨的行李里找到了这个。我发现阿姨很有可能出事之前去过大楼。她去大楼干嘛？我查了，可是那天的监控都被删掉了。监控被删了。监控被删肯定有问题，看来有的人心虚了。监控是有门禁，电脑有密码，能同时拿到这两样东西的人不多。我妈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大楼，她一定要去办什么事儿。可是为什么要删除她在大楼的痕迹呢？会不会跟亲人有关系啊？李波，吴东娜刚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或许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某种关联。你说10年前清润破产，我爸自杀，财务也泡了。清润的资产被低价卖给了一家叫做丰堂的投资管理机构。这个事情我知道。可是大约半年前后，丰堂跟大楼之间有好几笔交易往来。什么？虽然做得很隐蔽，但是清润很可能被拆分卖给大楼。可是之前我查过呀，资料里面没有问题。吴东娜是怎么发现的？大龙的内部我来负责，因为太复杂了，我担心应付不过来，就拜托吴东娜分担了子公司的部分。如果推论没错，收购价又远低于市场价，大龙正因为这几笔资源的加入，才顺利扩张，成为了本市最大的百货集团。换句话说，秦盛生很有可能是有预谋吞并清润的。那阿姨去大龙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？只是推测，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这件事情跟大龙有关。那她也有很大的嫌疑。我有个办法。秦盛生他有一个习惯，会把所有重要的资料都存在一台电脑里。这台电脑的存在只有我跟我妈知道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台电脑应该还在秦盛生的书房里面。你准备做什么？我要把资料带出来。我是唯一能接触到的人，或许里面有东西能够证实我们的猜测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对你来说太残忍了。刚才虽然你没有说，但我知道你跟我有一样的怀疑。阿姨的死到底是个意外，还是另有凶手？如果是后者的话，那最大的嫌疑人只能是秦盛生。警察会找出答案。我不能扯上脸，可是我不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与其视而不见，担心受怕，那我不如痛痛快快的把伤撕开，至少能求个心安。对，齐盛生也是。真相困扰了我10年，10年来我追逐他，可是我毫无头绪。在我准备放弃他的时候，他又偏偏唾手可得。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李沃，我保证，在不能证明我妈的死跟那个人有关之前，我不会做出伤害你爸的事。毕竟他是你爸，我不想让你难过。高山，你总是让林沃这么为难。如果可以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你离开他。